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2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2页，全部咧解说了。现在时就是要对正文第53页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。正文第53页头一段起，有一童子名神会，襄阳高士子，年13自玉泉来参礼，4月第是晚来甘心，还将德本来晓，若有本即合失主，试说看。花月以无字为本，见即是主。4月这三面整合处处语，花乃文月，互相坐禅还见不见。诗以注重打三下音，我打你同不同？对月亦同亦不同。4月我亦见亦不见。即嘛就是要来说来解说这个道理。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行化中伊属于第14段，就是说明教化这位神会。有一童子，就是讲有一个童子啦。那这个童子是咱讲白话，就是讲一个囡仔意思。有一个囡仔呢，名叫做讲做神会。伊这个囡仔名叫做神会啦。虽然是讲囡仔，但是伊呢却毋是一般的囡仔，乃是一个已经出家的一个沙弥。讲伊呢是襄阳的高士子。襄阳就是在湖北，就是属于湖北的人。伊是一个姓高的囝。这个襄阳现在时就是属于湖北的襄阳县迄个所在。讲年13自玉泉来参礼，讲伊迄当时阵呢年纪只有13岁，但却是呢自玉泉来参礼。玉泉就是咧指神秀大师的玉泉寺。神秀大师的玉泉寺呢是在湖北，就是讲在北方的所在。也伊自遐尼真远的所在呢来参礼，就是讲来参学，来向六祖慧能大师来礼祖。4月第是晚来甘心还将德本来晓。迄当时阵，伊伫玉泉寺迄个所在来，六祖慧能大师就问伊啦，讲知识晚来甘心。这个知识就是对人的一种的客气。本来咱讲做善知识，尤其是六祖慧能大师啦，在前面称呼所有的这个听众、这个大众，拢该称呼一句善知识。也伫这个所在叫伊讲做知识因为这位神会迄当时阵年纪只有是13岁而已，所以就只有叫伊一句知识。讲晚来甘心讲你从遐尼将远迄个所在来可以讲是非常的辛苦，安尼叫做晚来甘心。到底是有偌远从迄个湖北的所在到广东的坐客，若是行路可能要行差不多几个月。这是咧指讲咱普通大人要行1个月，但这个神会只有13岁而已，所以伊
从北方迄个所在要来亲近着做慧能大师，到底毋知行偌尼真久，当然呢是非常辛苦。所以呢，着做慧能大师头一句就讲啊，你伫遐尼真远来啊，实在是真正辛苦啦。下面呢就问伊啦，讲反将德本来晓，因为着做慧能大师在南方伫咧弘法，也北方新秀大师迄个所在啊，常常有人来，在前面已经有2位咯。那一个呢，就是这个行昌啦。那一个呢，又是啊，这个智成。那因到底来是为着什么啊？智成伊是要来学法，行昌呢，伊是要来试着做慧能大师，就是讲要来试杀。到底这个囡仔来又是要来创什么呢？这是着做慧能大师应该爱问伊的问题。反将德本来晓啊，咱就要来解说啊，这个本。这个本是啥物呢？这个本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之本有灵觉的佛性。所以伫遮讲反将德本来晓，意思就是讲你伫遐尼真远迄个所在来，也你是毋是啊有得到迄个本有的佛性？啊，你这个本有的佛性呢，你是有查来啊无啊？在这个所在来，我讲一较简单，就是讲你遐尼真远来我遮，对本有灵觉的佛性，到底你是有明了，或者是无明了？因为伊只有13岁而已啦。在这个所在，着做慧能大师呢，定义啊，对于这种的气度，所以就讲若有本啊，即合实主，气说看。讲假若若是有本，就应该，这个合就是应该意思。讲就应该呢爱实主，这个实就是讲认识，主呢就是地支主人翁，意思就是讲你呢，若是有迄个本有灵觉之性，也若呢对自己的本性啊，应该呢是爱知才对咯。这呢，就是着做慧能大师安尼来甲问啦，讲试说看，讲你啊，试讲看卖，我问你这个问题啊，你讲话听看卖，甲我回答看卖。回话以无主为本啊，见即是主。迄当阵这个新会啊，虽然是只有13岁。伊已经在玉泉寺有亲近过新秀大师。当然啦，伊对这个佛法呢，也毋是讲完全无听到，听到也甲记起来。但是听到记起来，甲自己实实在在有了解啊，这呢，可能啊，无一定是同款啊，所以。在这个所在，这位新会啊，就对慧能大师来讲，讲以无主为本啊。你问我讲，我是毋是有本？啊，我呢就是以这个无主为本。啊，你问讲有主啊无主，有认识主啊无主，我呢见即是主。这个见即是主的意思，就是讲我现主时会甲你见面。会看你这啊，就是我的主人翁。这两句话呢，当然是无毋对，因为在前面着做慧能大师也讲过，就是讲我这个法文乃是啊，是无主为本，也无念为宗。为什么叫做无主为本呢？就是讲真性啦，并毋是讲停顿。驻着在某一个所在，因为这个真理，这是无形无相物件。那无形无相物件哪里有一个驻着之处呢？比如讲咱人
有咱即个身躯，所以咱人就有徛在什物地位，站在什物所在，住在什物所在。也是讲咱世间的即个所有的物件，因为有一个形象，所以迄个物件放伫遐，即个物件放伫遮，总有伊的迄个安住的所在。即就叫做讲住啦。即个住就是讲有一个形象，也有一个所在。真理既然是无一个形象，当然呢就无一个所在。并袂当好甲伊讲，到底是住着在什么所在？所以无主为本，这绝对是无毋对。也见即是主，即句嘛是无毋对。就是讲，咱目睭看，耳孔听，拢都是咱本性的作用。所以会看迄个，就是咱的主人翁。即句话呢，嘛是无毋对。林济大师嘛咧讲啦，讲咱有一个无为的真人，在咱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讲在眼或见，在耳或闻。有一个无为真人，就是讲有一个无有该有的这个真人，就是讲超然于阶级的真人，超然于差别对待的真人。遮所讲，正正就是咧指这个佛性。这个佛性呢，在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头迄个所在，伫遐伫咧放光动地，伫遐伫咧起作用。也在咱的这个目睭呢，叫做讲做见。在耳孔叫做讲做听，就是讲目睭会看，耳孔会听，这拢是咱主人翁的作用。所以这位新会所讲见即是主，这呢也是无毋对。但是无毋对，确实无毋对。六祖慧能大师是进一步要佮伊试看，到底这是伊本身实在了悟呢？或者是对人的喙尾所讲的一句话呢？迄当时阵，书曰：这三物精合，处处语。慧能大师就讲，嘿，这个三物精就是讲伫遐伫咧精真正咧冲冲蹦蹦，也可以讲就是伫遐伫咧箭头前的意思。这个气处，这个气处呢，就是真正安尼超出的意思。就是讲无一点仔仔的考虑，也随时呢就一句话就甲讲出来。那意思就讲，你这个小啥物，你无小想看觅，你即马我问你尔，你就爱随时就箭头前，就一句话就甲印出来。真正容易就印一句话出来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于新会所讲的话。咱有当时往往伫咧讲话时阵，也有的人呢，咱即马讲话讲袂透，伊正就抢咧，就就安尼换伊讲落去。也讲落去，确实无一点仔的考虑，无一点仔的内容。也即句话到底讲的是对毋对？伊也不管哩，即句话甲讲出来。那这呢，就是甲遮所讲的精合处语的意思共款。就是讲你这个小啥物伫咧讲话呢，太随便了，拢无一点仔考虑。花乃文苑，何尝坐禅还见不见？迄当阵这个新会只有是13岁囡仔，所以呢，以咱现主是来甲形容，讲这个新会实在是毋知影天地几斤重。就是讲呢，伊毋知影这个礼貌，也毋惊讲打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，毋知要搁安怎样来甲伊考。确实呢，换伊呢来质问倒转来，换伊来问慧能大师。所以会乃文苑，这个新会啦，就来问慧能大师，就来讲啦，讲和尚坐禅还见不见讲你和尚你坐禅到底你是有看，或者是无看到？那这个见，或者是不见，这呢，若是欲深的方面讲起来，就是讲，
你坐禅到底是毋是有见到你的本性？你对这个本性到底你是有见到，或者是无见到？就是约克钦所讲啦。若是约克钦讲，也会使讲你坐禅，在这个禅定中，你自己的入禅定的这个心，到底你本身你是有看到，或者是无看到？这就是这个心会，甲六祖慧能大师来辩理由。迄当阵呢，师以注重打三下印，我打你痛不痛？六祖慧能大师呢，要进一步来甲伊考试，就用过这个注重。这个注重就是讲一支拐啦。这支拐呢，咱以后慢慢演变成现做是伫咧讲经说法的适中。这个适中呢，也就是咱过去的迄个注重条嘛，一支迄个茶的物件，会当好年纪侪岁人即马你行路呢，行袂自在啦，有即支拐呢，行咧都较自在，就是讲帮助咱会当辅助咱的。也在咱佛文中，这个中就是有讲经说法迄个时阵所用。所以咱现做是的适中，在上堂发语迄个时阵一定爱用。即马慧能大师将迄个适中呢，就甲伊拍即个身受的身躯心会拍即个心会身躯，甲伊拍3下。拍了，甲伊讲我打你痛不痛？讲到现做是甲你拍。到底你是会听，或者是袂听呢？六祖慧能大师摕迄支中来拍心会3下这若是依照禅宗的正脉讲起来，这款的做法，也就是禅宗兴邦的开始。人讲做禅宗兴邦的开始呢，到甲临济义显大师迄个时阵。凡是有人问伊的法，不管是问对毋对，拢先甲讲3下再来讲，就是讲对，也是讲3下；毋对，共款也是讲3下。到底讲的目的在哪里呢？下面六祖慧能大师就甲伊问咯，讲我即马拍你，到底你是会听，或者是袂听？当然互人拍口迄个袂听呢。六祖慧能大师问伊，当然有伊的用意，对曰亦痛亦不痛。这个心会就甲伊回答这样讲也听也无听。这个也听也无听，若是在这个外表来甲伊看起来，一点仔都无毋对。讲无毋对呢？会听的是啥物人？袂听又是啥物人呢？咱互人拍，当然是会听，靠迄个袂听的。但是这个会听的就是咱众生的意识分别妄念。意识分别妄念当然都会听。咱众生个个呢，拢有一个意识的分别妄念，所以拍落来自然会听。但咱众生呢，也有一个无分别的真心佛性。这个无分别的真心佛性呢，这你甲拍落伊袂听因为这是一种真理。这个真理的物件，毋是一个有形象的物件。比如讲，咱人的身躯有一个有形象的物件，所以你甲拍落有一个感觉，有一个感触，有一个感触，迄个所在毋才感觉听咯。这个真理，这个物件，敢像这个虚空你。就迄几仔箍，莫讲3个，你讲10个，讲100个，讲1000个、10000个，你对这个虚空无啥物物件所直甲讲，讲了你问讲虚空你会听袂听？看伊甲你讲袂？因为本来都无迄个物件要听会倒去呢，当然就无听。所以这个心会所讲的这个听或者是讲叫做无听呢，这应该也是无毋对。无毋对，可是无毋对啦。但是到底这是这个心会本身所体会啦，或者是伊过去在新秀大师的文下
伊听人的照来讲出来呢，到底是属于倒一项呢？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爱了解的一个问题。迄当时阵，事月5一见亦不见。既然六祖慧能大师将迄个色中甲伊拍下了，问新会讲：“我甲你拍，你到底听有听无听？”新会甲伊讲：“我也有听也无听。”迄当阵，即个慧能大师就甲伊讲：“我一见亦不见。”因为前面一问伊啦，问伊讲：“和尚，你坐禅到底你是有见到还是无见到？有看到无看到？”就是讲对自己的主人翁，对自己本性，到底你是有看到无？就是讲你在坐禅这个时阵，你是毋是有得到明心见性？所以迄当阵，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：“我一见亦不见啦。”讲我呢，也有看到，也是无看到。对于这个也有看到，也无看到，什么是有看到，什么是无看到呢？这个无看到，就是讲无有分别心，迄个所在应该就是叫做无看到。也有分别心，迄个所在呢，就是变成讲做有看到。因为这个有看到无看到，咱是在你的心是毋是有分别？咱心若是无分别，虽然是讲看来讲，等于是无看到。也心若是有分别，迄个所在，一项物件来，一项物件甲看起真正清楚。所以会看的就是你的意识分别，未看的呢就是本性。应该安尼是无毋对咯。但是对于这个一见亦不见，新会伊无十分的了解，所以新会问如何是一见亦不见？迄当阵新会呢，就来问六祖慧能大师啦，讲是安怎个做讲也看到也无看到呢？因为六祖只是甲伊讲我一见亦不见，也一见是看到啥，不见是无看到啥。这个无进一步说明所以这个新会希望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说明清楚。讲虽因我之所见，相见自心各浅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一见亦不见。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甲伊回答的，咱若是讲在外表甲伊看起来甲新会所问的呢，变成讲无符合。就是讲问伊的问题，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并无甲答复起来。伊所答复的呢，实在是另外一回事。不过在另外一回事的这个所在确实也包含着道理。咱即马呢，将这个文来解说了，再来解说迄个意思。此因六祖慧能大师就甲伊讲啦，讲我之所见相见自心各浅。讲我所看的是常常看到自己心里的过浅。这个过就是过失，浅就是最浅讲我呢时时刻刻看我家己自己内心的过失，我自己内心的这个最浅，这就是叫做讲做我之所见相见自心各浅。咱呢，若会当好常常看自己有毋对的所在，自然呢就会进步。所以有人安尼讲圣人过多贤人过少，愚人无过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迄个圣人，伊的过失呢，感觉真济。贤人呢，虽然感觉有过失，但是呢，过失无介济。因为迄个愚痴的人呢，伊自己无感觉有过失。为什么是无感觉有过失呢？因为你必须自己不断反省，不断学习。你本身呢有迄个理伫迄当阵你才会当好了解讲你本身有过失。
你若是讲无好好伫咧学习啊，你糊里糊涂一直做真正侪毋对，但是呢，根本你自己也毋知过失。也着做慧能大师是相见自心过浅，安尼着做慧能大师就是一个圣人。因为圣人是高道啊，伊是一个圣人所以伊常常发觉讲伊自己也有真正侪过失。伊若是贤人呢，虽然会发觉过失啦，是发觉一丝仔而已。伊若是一个愚痴的人呢，根本伊讲我无过失啦。贤人甲伊讲你倒一搭毋对，伊嘛讲无啊，我这态度倒毋对啊，一定甲人争，一直争讲绝对无毋对。所以咱从这个所在会当好甲伊判别讲你是圣人，或者是贤人，或者是愚人。你若是完全无法度发觉你自己的过失的人，那你就是一个愚痴的人。你对你的过失小可会发觉到，你这个是一个贤人。你时时刻刻发觉到你的过失，那你这是一个圣人。六祖是圣人，所以才讲做我之所见相见自心过浅。最欠先听讲，咱今这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着这段经，这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